麻园的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阿关，欢迎收看麻园历史真趣味。古早时的麻园是有地膜发草的所以你若看到有人安尼写迄毋是写毋对，这是古早的写法。咱伫第一集有讲过，麻园的历史会使对268年前的1749年乾隆14年起算因为历史对即年开始有讲到咱麻园的代志。13年后，也就是1762年乾隆27年，麻园才设庄，开始有行政地位。麻园庄属伫咧淡水厅管辖，请毋通甲即马即个新北市淡水区含咱即个淡水厅想做是共一个新北市的淡水区伫咧古早迄当阵名叫做虎尾，淡水厅的行政中心其实是伫咧咱即马的新竹市，迄当阵叫做竹杉城。毋是伫即马的淡水所以伫迄当阵，人若讲起淡水厅应该是会先想到咱竹杉城。伫咧大清国时代，淡水厅的范围诚宽北边对基隆、虎尾、干道，一直到南边的苗栗、中港、通霄、大甲溪以即马来讲，就是对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县以及台中、大甲拢是属伫咱竹杉的淡水厅所管辖。淡水厅遮尔宽的所在，伫咧1762年进前，清国政府只敢甲挂做35个庄。1762这一年呢，清国政府甲即个35个庄，佫定挂做132个庄，其中有一个庄就是咱麻园庄。迄当阵呢，也就是伫咧255年前的1762年，伫咱即马竹北市即角头无竹北庄。无新社庄只有咱麻园庄甲麻栗囝庄。咱麻园历史真正是久长伫咧竹北即角位只敢较输麻栗囝尔。头前咱有讲到淡水厅原早只有35庄，其中一庄就是麻栗囝庄。所以咱麻园庄的历史是比麻栗囝庄是较慢一丝啦。但是呢，你若要伫咧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以及苗栗县遮尔宽的所在来比较即马拢总差不多加2800几个即个村里，麻园庄是排伫上头前的135庄之一。讲起来，咱麻园人行路买水会使翘到悬。咱来看一张乾隆时代的台湾地图，为正即北地图的确实的年份无人知影，人拢叫即北图做乾隆台湾有图。所以会当确定，即北图呢是伫乾隆朝位的。伫竹杉城北边，你会当看到树花头甲咱麻园庄，这是咱麻园头一摆出现伫咧地图顶，真正是宝贵。以后历史博物馆若有展出即北图乾隆台湾有图，你会使专工去甲看卖。伫即北图，咱会当看到乾隆时代的麻园稻发草其实一直到日本时代初期，也就是1900年以后麻园还阁是有地膜有发草的。伫1920年，日本天皇大正第9年，麻园的草膜才无去。所以即个写法的麻园其实无到100年，看起来还阁真新。1920年，日本天皇大正第9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即使麻园的草膜才放无去呢？咱后一集再来讲透基。